前面4集啦，就同大家拆晒訂金嘅陷阱、銷售話術、退款套路。咁今集咧就直接升呢啊！呢個咧又係最致命、殺傷力最大嘅破產級買房大坑產權問題。好多香港老友啦過嚟大灣區買樓，淨係睇戶型、景觀，聽中介吹升值，完全係唔查產權嘅問題。結果買完樓先發現，層樓咧係抵押咗俾銀行，俾法院查封，一房多賣，土地連行縮水，集體用地啊違規開售。呢啲坑咧唔係虧幾萬蚊訂金咁簡單啊，係幾十萬嘅首付啊，甚至成層樓直接冇埋。咁今日啦，第5集啦，我就嗱聲同你哋獨家拆穿中介點樣刻意隱瞞產權污點，點樣規避查詢，點樣用話術蒙騙港人，同時教大家港人專屬免費查產權、查抵押、查封嘅官方渠道，100%避坑㗎，唔使再俾中介當你係水魚啊！大灣區買樓最硬嘅內核避坑乾貨，香港人一定要收藏，保住條命仔。Hello， 歡迎嚟到拆房頻道，我係 Stella。大灣區買樓拆彈第5集正式開閘。前面4集啦，我就同你哋拆晒訂金嘅鬼話、銷售嘅各種洗腦、退訂套路。好多港人睇完已經係避咗好多坑仔㗎啦。但我講句好難聽、好現實嘅真話，訂金坑只係小兒科嚟㗎咋，都係只涉及到幾皮嘢嘅事。真正可以令你香港積蓄一夜清零嘅係產權嘅大坑啊！我見過太多香港老友咧，開開心心過嚟中山、珠海買樓，首付俾幾十萬，已經供緊2年嘅樓，突然間收到法院嘅一張傳票，層樓咧早已經係抵押咗，早已係查封咗，開發商走咗佬，樓盤凍結，冇辦法辦證，無法交易。最後嘅結果就係咧，錢又冇，樓又冇晒，維權冇途徑，喊都冇眼淚啊！更加嬲嘅就係咧，全程個中介咧係心知肚明嘅喎，佢一早係知道個產權係有問題嘅，佢就係唔話俾你知，咁你吹咩？為咗賺你嗰幾萬蚊佣金，直接斷送咗你幾十萬嘅一個積蓄啊！嗰班仆街個良心咧，真係俾狗擔鳩咗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徹底撕爛呢班中介同埋開發商嘅遮醜布，所有隱瞞產權嘅套路、手段、話術、漏洞，一次性拆乾淨，再教你哋香港人都識用嘅零成本、100%準確嘅產權查驗方法。我哋而家咧就先講第一部分，點解港人最容易踩產權嘅坑？核心原因拆穿。首先同大家講清楚，點解內地中介專揀香港人落手？第一點，香港人唔熟內地產權系統。內地房產產權分幾十種狀態，有正常可售、在建抵押、已查封、已網簽、限制交易、舊改鎖定、劃撥土地等等下。你哋淨係識香港嘅私樓同埋居屋、公屋，根本係唔知道內地樓可以有咁多污點嘅。中介同你講現樓靚貨、正常交易，實質係抵押樓、查封樓、問題樓啊！第二點，信息完全唔對稱。內地所有產權嘅數據咧，全部喺內地政務系統先至查得到嘅。香港人唔識查，唔識渠道，唔識術語，中介話乜就信乜。佢哋就係利用你哋呢一個盲區，瞞天過海。第三點，銷售默認嘅隱瞞規則。我直白講句行業嘅黑幕啱，只要買家唔主動問有冇抵押、有冇查封，中介絕對唔會主動同你講嘅。就算你識問啊，佢都係答你冇問題、乾淨產權，你放心買啊，全部都係大話。第四點，專揀港人快節奏成交。大部分香港人過嚟睇樓，得1日半日嘅時間去睇幾間就要決定。中介捉住你呢一個心理，極速逼單，唔俾你查，唔俾你核實，快刀斬亂麻，坑完你就走，最後連售後都冇啊！第二部分，3大致死嘅產權套路，我逐個拆穿，最陰毒嘅一個核心嚟啊！套路1，即係起緊
在建嘅抵押樓，最多港人中招啊！90%嘅問題樓呢都係呢一種。咩叫在建抵押呢？即係開發商起緊樓嘅時候冇錢，將成個樓盤、成棟大廈抵押俾銀行借錢嚟起樓。中介嘅標準呃人話術，抵押唔使驚㗎，交樓前呢就會解押㗎啦，全部都可以正常辦證，大把人都買咗㗎，個個都係咁㗎。真話係咩？大把樓盤解押失敗，資金鏈斷裂，銀行凍結資產，你落訂俾首付簽合同，一旦開發商逾期還唔起銀行嗰筆錢，成棟樓直接查封凍結，甚至交易唔到，永不辦證添。最賤嘅操作呢，就係中介明知個別單位未解押，就係專揀香港人、外地客嚟推。本地人呢識查㗎，佢氹唔到㗎，淨係氹啲香港嘅老實人。套路二，法院查封樓，直接錢樓兩空。好多舊盤、二手尾盤，開發商債務纏身嘅樓盤，早已經俾法院查封。查封樓，法律明文禁止售賣、禁止轉讓、禁止辦證，買咗直接等於廢紙一張。但係中介點樣操作？佢會同你講民事糾紛小事，解凍咗就冇事㗎啦，好快就可以處理完，唔影響你哋收樓嘅。呢啲全部都係奪命嘅謊言嚟㗎。一旦喺司法查封，隨時強制執行拍賣，你嘅首付、月供一分錢都追唔返啦。套路三，隱瞞土地瑕疵，年限縮水，限制交易權限，呢啲都係溫柔刀，慢慢坑死你啊！我哋先講第一點先，土地年限得30年、20年嘅，中介同你講70年住宅。第二，劃撥土地工業用地改住宅，根本辦唔到獨立房產證嘅。第三，換遷房、安置房購埋嚟賣，5年內禁止交易。第四，舊改鎖定地塊，凍結過戶。呢啲產權污點，後期冇辦法轉手，無法融資，毫無流通價值，買咗就等於係死資產啦，揸一世都升唔到值。第三部分嚇，中介嘅專屬欺騙話術，我直接晒出中介氹港人買問題產權樓嘅標準台詞。以後呢，你哋聽到之後呢，就即刻轉身走啦。連聯繫方式都刪鳩埋佢，算啦，唔好聯繫啦。第一，呢個盤咧，我做咗好耐㗎啦，喺呢度咧都成交咗好多個香港客戶㗎，產權係絕對冇問題嘅，我擔保你。個人擔保咧係毫無法律效力㗎，佢憑咩去擔保啊？開發商啊，係佢老豆都冇用啊，出咗事佢即刻失聯添。第二，抵押咧係行業嘅常態。個個盤都有，完全唔影響嘅。正常樓盤係分層解壓嘅，一戶一解，唔係成棟鎖死。你哋知唔知啊？抵押過嘅樓已經係唔值錢噶啦。講句唔好聽，如果你哋買咗之後，因為周轉問題都落去抵押嘅話，咁已經就係成咗二押噶啦。自己諗諗啦。第三，你係外地人，唔使咁麻煩㗎，唔使咁驚㗎，信我就得㗎啦。越叫你唔好查，越係有鬼啊！你憑咩信佢先？而家呢個社會俾咗錢啊，連親戚朋友都照坑啊！醒醒啦！第四，查產權好麻煩㗎，要內地帳號，浪費時間。對呢一句話，純粹係阻止你去查驗，心虛到極點。第五，呢間性價比最高，唯一缺點嘅就係少人，平到反常，必有鬼啊吓！平嘅原因就係產權有污點。記住我呢句鐵律：大灣區買樓平得離譜，筍到誇張嘅盤，100%有產權規劃或者爛尾嘅風險。第四部分，港人免費自查產權，零渠道門檻。自己識查，唔使求人吓，呢個係重點乾貨嚟㗎。所有香港嘅老友呢，就要記低佢啦，唔使靠中介，唔使靠銷售，唔使靠朋友，你自己有個手機咧，3分鐘就可以查通查透一棟樓嘅所有產權問題。
第一，查抵押可售狀態。內地住建局官方公示所有商品房狀態係公開可查，可售啦、已售啦、抵押鎖定咗限制交易，一目了然。但凡顯示抵押不可售鎖定嘅，你直接就放棄啦呢一套樓。二，查司法查封訴訟風，官方裁判文書執行公開系統，可以查開發商有冇債務被執行查封記錄，開發商官司纏身，大額負債直接拉黑。第三，查土地性質、年限同埋規劃，自然資源局公示地塊資料，核實係正規住宅70年用地，定係工業、商業或撥土地。我講多次嘅一個鐵律嚟㗎啦，唔查產權絕對唔落訂，唔核實乾淨絕對唔轉錢，中介所有口頭承諾全部作廢，只信官方系統嘅數據。今日呢一集呢，記住呢3條嘅永久鐵律就得㗎啦。一，凡係中介主動催單，阻止你查產權，話你多疑，100%係有鬼嘅。第二，抵押未解除，狀態唔係正常可售嘅單位，一律唔買。三，買兩只信官方數據，唔信中介，唔信銷售，唔信任何嘅口頭承諾或者係吹水。訂金蝕幾皮嘢係小事，產權踩坑係大事隨時有可能破產。千祈唔好貪平、貪筍、貪快。呢一集嘅產權拆彈乾貨呢，夠唔夠炸？踩過產權坑嘅，俾人隱瞞抵押查封嘅老友，評論區出嚟吐苦水啦吓！下一集我哋繼續硬核拆彈。想避坑嘅老友呢，記得點個 like 啦，同埋撳個鐘仔，未訂閱嘅就即刻訂閱啦！守住你哋嘅血汗錢，轉發俾身邊準備落嚟中山或者珠海買樓嘅香港朋友。有問題或者想分享嘅，可以直接留言，或者可以 WhatsApp 問我。OK， 我哋下集見，拜。